来啊，咱着鞠躬敬拜，跪落伫创造咱的耶和华的面前，因为伊是咱的上帝，咱是伊养饲的百姓，是伊手下的羊。哦，这是咱用诗歌来学乐上帝。圣诗201首，上主做我至好牧者，请会众起立。这是希望起来，咱用新的界面来做咱的信仰告别。你着真心、真心、真意，听主你的上帝，这个界是大的，也是头一个。第二个耶三亲像是讲，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。这两条界是全律法先知的总源头。我用新的界面互恁，就是恁着三听，亲像我捌听恁，恁也着安尼三听。恁若三听，众人要对安尼知，恁是我的学生，请坐。这点咱用上帝话来启应，记载是启应文第15篇。诗篇51篇，启应文第15篇，诗篇51篇，我来启会众来言。上帝啊，你的听袂改变，求你怜悯我。
求你洗除我一切罪孽。我知家己的过失，我有得罪你，只有得罪你。所以我受你审判是当然。我伫母胎就罪。你意爱的是内心诚实。求你洗除我的罪，互我清气。求你，互我听见欢喜快乐的声。求你，掩面目看我的罪。上帝啊，求你为我创造纯洁的心。毋通赶我离开你的面前。求你，互我重新享受你救恩的欢喜。我要将你的道路指示罪人。拯救我的上帝啊，求你免除我的死罪。主啊，求你开我的喙。你无听生礼，若听我就欢喜。上帝啊，你所听的这是听会的心灵。咱即时压头来祈祷。慈悲搁圣洁天父，阮感谢你用恩典呼召阮来到你的圣殿中敬拜你。你是信实、公义、满有怜悯的上帝。你知影阮一切所想、所思、所行的。主啊，阮承认阮家己时常软弱，无尽心、尽性、尽意来听你，也无照你的旨意去听身边的人。阮有时骄傲、自私、埋怨，对人的言语欠缺慈爱，对你的信心也常常不足。求你赦免阮一切的罪，求你用耶稣基督宝血洗净阮，除去阮心中的罪过，互阮得到赦免甲平安。求圣灵光照阮，叫阮愿意真实悔改。离开罪恶，重新转来你的面前，求你赐阮谦卑顺服的心，互阮每日行伫真理中，活出基督的行为，伫家庭、工作、教会、甲社会中，拢会当见证你的慈爱、公义甲和平。阮今日敬拜，望你接纳，愿你恩阮施恩。带阮带领一生伫你的欢喜的道路，阮安尼祈祷恳求，拢是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献乐由黄基阮关心弟姊妹为要献出上帝要拭去一切目屎。
咱即时来供塔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撒母耳记上段16章第10节到第13节。撒母耳记上段16章第10节到第30节。圣经安尼讲，亚瑟互伊7个囝拢对撒母耳面前行过。撒母耳甲亚瑟讲，上主拢无敬。撒母耳阁甲亚瑟讲，你的囝敢拢伫遮？伊应讲，又有一个煞尾囝，伊即阵咧饲羊。撒母耳甲亚瑟讲，你找人去叫伊来，伊又袂来，咱无要坐倒。亚瑟派人去叫伊来，伊红高赤齿，目睭有神，生做英俊。上主讲，即个就是你甲伊抹油。撒母耳就伫大笔遐个兄哥面前，用甲内的油甲伊抹。对迄日起，上主的神完全支配大笔。撒母耳就出发倒去拉玛。今仔日牧师要传讲的信息是大笔。咱搁同心来祈祷，听咱天父，愿你的灵运行伫阮中间，伫阮心内，伫即场盛会，互所有参与的兄弟姊妹，拢得到圣神的培育、造就、重用，常常归荣光互天父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免。大家平安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大笔。有一个真理啊吼，世间人一旦无论啥物人吼，一旦落到绝对的权利，一定绝对腐败。以色列人嘛共款，因的王嘛共款。以色列第一个王扫罗王建立以色列国，伊互选出来的时阵吼，就惊歹势甲走去灭。但是后来伊做王以后，发现我权力足大，大家拢爱听我的话，伊就渐渐败坏，甲先知撒母耳奉上帝名甲换掉。咱拄则读的圣经节，撒母耳上卷16章，就是咧讲即个故事。撒母耳上卷，咱拄则读的经节16章，安尼记载。上帝指示撒母耳去一个伯利恒人，或者亚瑟引导，讲上帝我任务，把你的囝拢叫来。伊叫7个囝出来，一个看伊知影，拢毋是即7个。原来亚瑟有8个囝，上细个还伫外口咧顾羊，我叫伊来，我要甲看卖。代表一个入来上少年的，生做红高赤齿，面色红润，真缘投，真正在。上帝甲摩西讲，就是这个，甲撒母耳讲，就是这个。撒母耳就甲抹油。上帝伫较早咧竞选一个人，会派一个先知去找着伊，用牛角伫贵重的香油。对头壳顶甲淋落，圣神的灌压充满，大大的祝福。大鼻王，这是第一摆受抹油，后来要第2摆、第3摆呢？恩典遮尔大的人吼，尾嘛开始坠落呢。
后来大鼻龙吼，伊嘛受所罗王嘛是受抹油的呢。后来上帝神离开伊啦，魔鬼就来找伊，伊受圣神灌压，即种人魔鬼毋敢活啦。但是魔鬼知影圣神离开伊啊，就来甲搅扰，互伊真惊、真痛苦。即种人魔鬼真爱欺负啦。上帝捌听你违背上帝，好，我来甲受你，甲欺负。真忝的时阵，伊的大神甲伊讲王啊，听讲吼，琴声会当甲魔鬼赶走。咱来找一个真够弹琴的人来吼，啊，伫你面前你艰苦时弹琴，可能就会当甲魔鬼赶走。我好啊，恁紧推荐一个来，大家推荐大笔啦。原来大笔龙吼，多才多艺，伊真够弹琴。咱来看一张图片吼，即拢世界有名的图吼。咱看这大鼻龙已经伫王冠，迄阵啊已经做以色列全国的王。伊真够弹琴啦，勇敢有气力，因为上帝甲伊三角地地。伊会作词作曲，稳当嘛足够唱歌。咱诗篇每一篇上头前一个开始会注明什么人写的诗。咱看咱的版本吼，来算看觅。大笔写伫诗篇内底，大笔写的诗就73篇啦。诗篇拢总扣150篇啊，内底有一半吼是大笔龙写的。若是希腊文的版本吼，写伊做的诗拢总有82首。啊，咱咧用的是对希伯来版本翻译过来吼，有73首。所以，伊足够作词作曲、吟诗弹琴，所罗王足欢喜哦，甲留伫身边啦。无偌久以后吼，非利士人来讨战，要甲因相战，派一个人，或者歌利亚，这故事咱拢知吼。歌利亚是奇人啦，巨人足大张，足有力。你甲人看你就惊。伊逐工出来徛伫顶头上头前吼，伫遐挑战，伫遐呛声。来啦，恁派一个人出来甲我顶高机，咱来单挑。你若会当赢我吼，阮即边随导航做恁的路载。你若输我，恁迄边嘛爱导航吼，做阮的路卜。大家看着会惊，无人敢出去甲伊战啦。大笔知影以后真生气，讲是咧庆啥？我来甲伊战。伊推荐家己哦，甲所罗王讲，我来甲伊拍。所罗王毋好啦，你一个少年人，迄个人足大张，迄自细汉就训练做战士的哦，真厉害。毋知害死偌济人，你千万毋通去。大鼻龙讲，你毋通看我还个囡仔呢。伊足个害石头，甩石机吼。迄白话字圣经写害石头的锁啊，迄是皮做的啦，地方较宽，会当囥只石头，咻害出去吼，力足大。啊，大鼻龙训练甲有够准啦。迄就是过洋的时阵吼，若有歹人活来，石头甲害去，甲警告你紧走。啊，若看到野兽过来吼，一个都好死。大鼻龙家己讲王啊，我捌拄着狮甲熊来要咬我羊仔呢，我拢就往害石头的锁啊，甲割死。我有这把握。王听咧讲，好，啊无我即束战甲吼，脱遐互穿。特别王一个穿落吼，煞袂行啦，因为伤大领，
佫真重，伊只好脱起来吼，穿伊普通的衫裤啊，举一个帅司机害石头的锁，就去甲伊剪。高丽仔看到也好笑吼，生气啊！你派一个狗囡仔要来甲我拍，你是要找死吼？大笔也无甲伊啰嗦，石头甲害去吼，顶着头遐。白话字圣经讲，石头顶入个头遐，倒落现死啦，足准。迄个举人吼，圣经记载啊清清楚楚，伊身悬有6肘，佮1粒，1肘吼一肘，就是对手铐这骨的将尾遮吼，到指头啊上中上悬遮，安尼1肘，1粒就是1虎口，对遮。到遮1粒，算算的吼，伊大概有290外公分啦，将近3公尺悬。迄真正举人啊，大汉足勇吼。除了大鼻王真勇敢、真准、真有力以外吼，上重的原因，上帝甲伊同在啦。咱来看一张图，这画图甲照圣经的记载，迄个比率来画吼，真正一个悬大人，甲一个囡仔痞啦，害一个伊就倒啊。对方看到，哎呦，这囡仔遮厉害，安尼，因为勇将动一个尔呢，一招就倒啊咧，大家惊一个开始活长身逃走啊。撤，扫罗王带兵开始冲过，害死足侪非利士人。转来以后吼，全国伫遐欢呼庆祝，真侪妇人人随时做歌咧唱。妇人人安尼唱呢：扫罗害死千千，大笔害死万万。我这真刺激哦！扫罗王啊，你杀死千千的人，但是大笔一个少年人杀死万万的人，我听着足袂爽快，怨妒受气，开始要对付大笔。后来，扫罗王甲伊第2查某囝米甲嫁互大笔，有目的的啦。米甲真聪明。伊爱米甲监督大笔，有啥物代志爱甲王报告。圣经讲，即个安排米甲嫁大笔，是要做大笔的罗网啦，要甲网掉，要甲控制。毋然安尼，伊都遐少年，你讲伊真勇真贤，拍赢哥利亚好。扫罗王一直派大笔王去甲非利士人修战，后来佫几啊场甲非利士人战，希望大笔去互非利士人杀死啦。结果伊拢战赢，伊发现伊的查某囝米甲真正爱大笔，大笔的名声愈来愈透，撒母耳去甲伊抹油。这个风声一定百姓嘛拢知啦，愈来愈怨妒，这个人要占我的王位吼。后来伊设法要害死大笔王，大笔王只好逃走呢，逃命。扫罗一直甲追杀咯。扫罗王的大汉囝，伊甲大笔真好，约拿单吼，甲大笔真好，帮助大笔逃走。扫罗王气甲讲，连阮厝内的人哦，我的后生查某囝嘛拢违背我。一摆大笔王走去秘伫一个山洞内底，扫罗王千千吼来迄个洞口休困啦。
台北人发现吼，抽剑挖去，对伊的顶衫挂一块起，衫机挂一块。伊婆仔讲，你毋着好死，伊若死你就做王咧。台北讲，我毋敢刣互上帝抹油的人，我袂使违背上帝。伊还有尊敬扫罗王啦，有敬畏上帝啦。后来扫罗阁对头前行，要阁去追杀台北。台北对洞的出来，伫后壁甲叫王啊，我伫遮。你看，这是你互我挂落来衫机，我忘去甲你后壁，你拢毋知，我会当一剑就互你死。我尊敬你，我敬畏上帝。咱来看一张图吼，搁一张图，望对后壁去吼，去挂伊的衫机啊，会挂甲扫罗王迄种剑术拢毋知影吼，迄技术真好啊，剑嘛真利。扫罗王行一条，所放声大哭。我对你遐尼歹，一直要互你死，啊！你颠倒留我的活命，用好。伊是认罪呢，扫罗王嘛英雄啦吼，我毋对。但是吼，我知你会接我的位，做以色列全国的王，请你爱纪念我。将来你做王的时阵，毋通害我的全家啦，毋通害我的后裔。台北有答应，两个准和好呢。刷落去吼，台北的故事真精彩。伊还阁伫外口试过世啦，毋敢转去王宫，毋敢转去因大的所在。一届来到一个所在做马坟，遐有一个大好野人，叫做拿八。这个人圣经描写财大气粗，真好野，真歹。圣经用凶恶来个描写。伊的某叫做阿比该，阿比该真水，真贤惠，真善良，伊娶着一个好某。台北王的部下甲我，迄个咱已经无粮食啊呢。啊，伫这旷野找无食吼，真艰苦。啊，头前遐听讲有一个大好野人，咱来甲伊讨一寡物件来食。甲迄个拿捌各样的人，咱捌拄着，捌甲咱做伙，咱嘛无亏待伊，咱甲因分享咱的啉食，咱对伊的奴仆真好。啊，希望伊的带领吼，咱都甲伊的人真好，会当送咱一寡食物。就派人去找拿八，结果拿八甲骂转去啦。台北算啥？我是大好野人，你随随便便要来甲我敲伊我。转去一个讲吼，台北接受去。台北迄阵有600个人军队伊啦，伊选400个勇士，带400个吼。绕400个人要去杀拿八，伊的某阿比该听着讲害，特别王是足厉害吼。啊，即摆哪会去惹着即个人？伊款一大堆食物去砸伊半路啦。咱来看一张图吼，上正手边穿战袍的，就是台北。面头前迄个妇人人，就是阿比该，后壁一寡驴啊，载足侪食物。阿比该甲伊恳求讲：台北，我知影你要做王，你是伟大的勇士，求你赦免我的丈夫啦，求你接纳我所奉献的食物，求你毋通害阮全家。台北王答应。阿比该转去吼，看伊丈夫食酒醉，甲伊酒醒吼，才甲伊讲：
你毋通得罪大笔迄种人啦。人带领400个吼，要来找你算账。恶人无胆，哪捌听一个吼，可能拄仔食酒醉醒起来，规身躯阵拢硬去咧，袂顶袂动，80天就死啊！特别听到这个消息，去找阿比该，煞来吼，甲阿比该讲：你来做我的某，煞占人的某呢？我伫屏东舞会时阵，遐有一间人人册房，人人书房。迄头家吼，较早是高雄的大乌道的啦，后来认罪悔改，去屏东开一间基督教册房。我甲伊真好，伊有一阵仔拢会找我研究圣经。伊甲我牧师啊，我咧卖咱基督教的册吼。我足侪圣经注解的册，我毋若咧卖尔，我有咧读呢。我即马当咧研究大笔王的故事，伊就是读到南北即段。伊甲我讲，老师啊，圣经对旧约甲新约所有的人物内底，我上欣赏大笔，因为大笔甲我共款，这根本都乌道的嘛。伊讲迄个作风咯，就是老大的作风咯。要啊人物件开喙就卡油，人互伊闹人要去甲修理。伊讲，哪别迄是中风嘛？伊讲规身躯硬去，迄是中风嘛，冻10天就死啊！刷来，这个上大尾的大笔，煞接人的某。伊讲这就是乌道的作风哦，伊甲我共款哦，对乌道的认罪悔改，所以我上欣赏大笔。这是伊的信道神学，我感觉伊讲了有理。后来吼，扫罗王去互非利士人打败，非利士人是当时上主要的对敌哦，佫真强。虽然消灭一个哥利亚一大堆非利士人，伊嘛要定定咧甲以色列人相战。迄摆吼，扫罗王大败呢，伊的时候到啊，扫罗王战死，伊的3个囝嘛拢战死呢。迄阵，以色列全国南部是犹大地啦，北边是以色列地。大比拢迄阵啊，也伫南部咧活动。犹大人讲啊，扫罗王死啊！大比，你才是上帝拣选抹油的人，你是阮的王。准第2摆甲大比抹油啦。后来北部的人听见，南部已经甲大比抹油做王，咱嘛要紧来找伊。北部的一大殿遐长老祭司吼，来找大比，来讲王啊，你嘛着做阮以色列王，做以色列全国全地王。第3摆，以色列人佫甲大比抹油，伊是全以色列人唯一一个3摆抹油呢，全世界唯一一个3摆抹油呢。以色列人称呼大比做圣王呢，因为伊太伟大，伊有信仰，有勇敢，有智慧。士师时代无占领的地，伊拢总占领。时常来扰乱，甲以色列人相战，遐外邦人吼，甲后来拢总互大比王打败。伊是神圣的王，互伊打败，
互伊压制，即个外邦人吼不得了呢。有非利士人、阿玛力人、摩押人、以东人、阿门人、亚布斯人、阿兰人，即个主要的对敌，拢去互大卫拍败。大卫所建立的以色列王国是空前的强盛啊！足伟大哦，足勇哦，足牛哦，毋是伊牛的，是上帝甲伊三甲伫底。但是吼，伊权势如日中天上清的时阵，伊30岁登基做全国的王哦，做王40年哦。上帝听伊到安尼，后来伊犯大罪啦。一摆马仔嘛吼，这个故事咱大概也知影。伊伫王宫的厝顶咧散步，看见远远百姓住的所在，有一个查某人伫楼顶咧洗身躯。有人讲吼，迄条件算好好，要互王看的啦。你洗身躯爱美喺上内底，哪有人徛伫窗仔口咧洗？啊，代表王的目睭足好，伊个可能3.0、4.0以上。即摆即类才1.0，啊，迄是黄昏的时阵呢，光线无遐光啊咧。啊，百姓住的所在离王宫一定有一个距离嘛，一个距离，迄是对王的尊敬嘛，是安全问题嘛。伊竟然看甲清清楚楚，哦，这遮水，较紧派人探听，啊，迄是你的部下啦，乌利亚的某啦。伊叫人去甲乌利亚的某拔示巴叫来，甲伊见面。迄暗就甲人同房啦，伊真乱来哦。后来拔示巴转去以后，无偌久，甲通知，我敢若怀孕啊！伊想安尼麻烦啊。拔示巴毋是。伊的丈夫乌利亚毋是无名守准的。撒母耳下卷23章有记载，大卫王的部下有30勇士呢。事实上30外个啦，拢记录30勇士。乌利亚是其中一个呢，足勇呢，足够战呢，等于是一个将军呢。咱来看一张图，这就是第3摆。甲大卫王抹油啦，摕一支牛角，第贵重的香油，对头壳顶甲淋落，迄个是祭司啦，甲淋落吼。迄阵啊，撒母耳先知已经过身啦，以色列全国设立大卫做王。咱阁看一张，咱阁看一张，这就是画图家有去考察。照古早的记录，当时的清册画迄个30勇士的图啦，清起来就是安尼吼。啊，乌利亚是其中一个哦，足勇哦。大概用想一个办法，对前线战争上危险的所在甲调转来，想使伊食面，佮甲伊坐倒。伊感觉哎哟，王奶对我遮好，我欢喜甲。伊讲啊，我知影你。足够修正，足尽忠，足辛苦，调你转来吼，甲你慰劳，啊要甲你赏赐，啊，你永远通转去甲你的某同房啦。大卫王的，就是咧算讲，啊你即马转来甲你的某同房，后来你某若生囝，你会叫是你的囝嘛，较袂甲找麻烦嘛。哪知影乌利亚真正遮尔尽忠，伊想讲。前线，我遐东坡战到要死要活，啊，我转来享受袂使安尼，我毋敢安尼呢。伊也阵困伫王宫的外口啦，凊彩倒咧就困。第二天王真着惊，啊你哪毋转去甲你的某同房？讲王也袂使啦，逐个辛苦，我要伫遮享受，我袂使，我做袂到。王讲哦，安尼真好真好，阵写一张批吼。即张我的秘函，你也摕互我的元帅约押，啊，你甲即张王的秘密的命令摕转去互约押，
爱真欢喜王吼，足疼我，甲我相许遮济物件，佮信任我，叫我摕一张王的碧函摕转去，互元帅。迄张批内底吼，就是要互死啦，叫家己摕咧，叫家己送批啊。特别讲遮歹吼，足歹心。伊摕转去约到一个看，甲乌利亚调去前线上危险的所在。约到一个看啊，伊知影王的意思啦吼，就照安尼行。乌利亚足无辜啊吼，某互欺负，人互调去作前线，无几工就战死。圣经安尼记载，王就名正言顺，娶拔示巴做某。这项代志吼，上帝足受气哦。你都明明知影，上帝才疼你。上帝万行事拢知啊，啊你堕落甲安尼，腐败甲安尼，谋妻害夫。上帝派先知拿单去找大卫王。王啊，我讲一个故事互你听。咱遮有一个人吼，真好嘢啦，有一大堆羊啊。有一届伊的朋友来吼，伊要抬羊仔请人客，啊毋甘抬，啊去厝边仔一个足善香的人，伊干那一只羊仔，啊疼迄只羊母吼，那敢若疼查某囝安尼咧，啊足疼足照顾，爱共抢迄只羊仔来吼，抬来请人客。王讲哈，有即个代志，我这人该死哦！什么人你甲我讲？我要甲大大处罚。拿单甲伊讲，迄个人就是你，那个人就是你。咱来看这张图吼，画啊真生动。拿单甲指责，迄个人就是你啦。王惊一面活咧边仔。后来，大卫王忏悔嘛，写诗篇51篇，就是个忏悔诗。咱今仔日的启应文，内底咱个算看卖吼，至少600，用的词吼，擦销、洗清，求你甲我的罪恶擦销，甲我的罪过洗清。咱人即马都会做录音带、录影带吼，会记录啊，有影。咱的录音带、录影带会当擦销哦，会当洗清哦，会当改造哦。何况是上帝？上帝遐拢有记录呢，大项细项记录啊足详细呢，可能佫立体呢。审判的时阵，咱伫上帝面前敢徛会牢？大卫王娶几个某呢？至少17个啦。圣经内底会当找着名的。至少17个，无名的、无共娶的，毋知影偌济。啊，无怪拿单讲，一个好野人，一大群羊啊，迄个人就是你啊！你一大堆某，也要搁占人的某。拿单讲了真对，迄是上帝责备啊！所以上帝足受气。叫拿单甲大卫王讲：我听你到安尼呢，我帮赞你到安尼呢，互你做全国的王呢。所有的战争我拢帮赞你刣呢，拢刣赢呢。啊，你堕落甲安尼，你竟然甲违背我安尼。上帝宣布一句话：你爱受报应。虽然你忏悔，但是你爱受报应。刀剑的确永远无离开，讲者鸡喙气煞落来，较激动，较激动。哎呦，第一届安尼，还搁来修理一下，超好。刀剑的确无离开你的家啦。上帝讲，我无掠有罪的做无罪呢。我要追究你的罪，对爸到囝甲3、4代呢。上帝就是遮尔严格呢。
后来真正大鼻龙的囝烧台啊，伊一个上缘投、上将在囝，叫做押沙龙，起来翻叛伊老爸啊，起兵甲伊老爸相战啊，后来战败，走到半路吼，头毛去互树仔机夹掉呢啦，人煞吊伫遐走袂去，人家元帅约押讲，约押冲去看，掠3支底枪甲插死，甲插死，等来报大鼻龙，大鼻龙非常的痛苦啊！这是我上疼的囝呢，违背我，互我元帅杀死，这是大鼻龙的报应。咱来看最后一张图，迄就是描写押沙龙吼吊伫树仔顶，约押活来吼，掠底枪甲毒死。迄是所罗门王的报应，伊上疼的囝吼，互家己真信任的元帅杀死，伊非常的痛苦。各位兄弟，咱的结论是安尼：上帝无掠有罪的人做无罪，有罪的人爱受报应。总是伊的疼是最大的，疼主受主诫命的人，上帝10条诫就安尼写嘛。上帝要大大祝福互伊，要疼伊直到清代啦，连子子孙孙上帝嘛要看顾。所以咱祈祷爱为咱的后代祈祷呢，咱也知影伊会信主无，伊会变做安怎？疼主、疼上帝、守上帝诫命的人，上帝要大大疼伊、祝福互伊，直到清代。人爱认罪悔改啦，上帝要赦免接纳，咱同心来祈祷。疼咱天父。我看见人的软弱，受抹油、受恩典满满的王，嘛会犯大罪。愿你保守阮，亲像主所教示阮的，无伫带阮入伫试，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。愿你保守阮。帮助阮，带领阮，让阮会当永永远远活伫你的疼、你的恩典内面，想阮的所做，较紧认罪悔改，牵调伫阮的主，互天父赦免接纳，荣光拢归伫至权的天父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免。这是咱用诗歌来回应上帝的听。圣诗340首，主求你怜悯我。圣诗340首，主求你怜悯我。哦。
了咱用甘心乐意的心来奉献。这是我来报告。即礼拜三的查经班，进度是《路加福音》第17章，然后会当参加的来当踊跃参加。第二点，会员即个变动，童真营小姐对人生路教会转入来咱本教会。第三点，本会圣歌队伫7月25日啦前往埔里的社会纪念营地甲亲近农场灵修旅游，陈牧师对咧做伙前往，请为圣歌队咧旅游代祷。第四点，传道书为您传道伫咧8月初下晡。伫咧8月初就任本会传道书，伫8月初9主日礼拜中会举行就任。第五点，本会定伫8月初2，要办父亲节联合赞美礼拜。迄天第一场甲第二场礼拜会做伙会合并，伫咧上午9点举行。第六点。本会定伫8月初9，第一场台语礼拜中举行洗礼、献身礼；8月初2举行问道礼。若要报名小儿洗礼，请办公室报名。报名至8月初2截止。刷来本会赵玉婷弟兄甲小林明日香小姐定伫7月26，就是今仔日下晡4点半，伫伊丽莎白纪念教堂举行结婚典礼。
愿上帝祝福即个新的家庭。所以伫个会后第2场礼拜会后，请问通阁甲车停伫遐，下晡因为迄边有要办婚礼，所以请问通阁甲车停伫遐。咱来读温州金句，互我先读一遍，煞来请大家阁煞读2遍。上帝啊，你的听袂改变，求你怜悯我，你有丰富的慈爱，求你撤销我的罪过。诗篇51篇第1节，请会友做伙来读。上帝啊，你的听袂改变，求你怜悯我，你有丰富的慈爱，求你撤销我的罪过。诗篇51篇第1节，搁一遍。上帝啊，你的听袂改变，求你怜悯我，撤销我的罪过。诗篇51篇第1节，这是请牧师来介绍来宾。咱今仔日有2位来宾吼，拢是姊妹。第一个是陈怡玲姊妹吼，请你徛起来，互大家看觅，坐伫倒位？陈怡玲是无？尾仔字是毋是玲？李新元老师吼介绍的，李新元介绍的，毋知有伫咱中间无？陈怡玲姊妹，我搁来介绍第2个吼，吴以凡姊妹吼，这是吴碧双老师介绍的。吴以凡姊妹是6区教会高雄6区区的吼，欢迎你定定来参加阮的礼拜。以上，感谢。是咱笑上祝福的诗歌，圣诗387首，应光归圣父上帝，请会众起立。天父疼叹，基督的救恩，圣神的感动，甲咱众兄弟三甲弟弟，对即时到永远无煞。阿免。请坐。